禪密功姿勢與要求。4. 3.1 線法和理，用於站勢，指在站勢中有此要求。練法：頭頂，我們叫天頂，密處和兩腳開立後，兩腳跟雙總連線的終點。這上、中、下3點垂直一線。功用：可使身軀中正，不偏不倚，重心穩定。它是3-7分力的補充，有利於全身放。這個要求從力、意、氣等各方面講，它圖4與真人姿勢二種相呼應，有共同語言。反之，身體歪斜，又重中心落於腳掌或者落在體外，身軀某些肌肉處於收縮狀態，加之精神緊張，不宜引證，久之肌肉痠痛、顫抖甚至痙攣等等。輕者得不到練功預期效果，重者在練功中會出現偏差。體會綜合3-7力中的展圍中，從密處、3-7分力和3.1線等進行分析，不難看出各個功法之間相互維繫、制約和相輔相成。其內也就是鬆。如果說3-7力是禪密功築基功的基礎，是較好較快的得氣方法，那麼鬆就是這個基礎中的奠基石。就是說，從事3-7力功法及其功理的核心，是得氣的根源。鬆後能靜，靜中有定，定中可悟，悟中生慧。鬆是重要的第一步，一鬆無有不鬆有道理，行之有效。法和理，坐臥臥時除去不需要3-7分力和3.1線以外，均要按下列要求進行練功。